大家午安。刚刚早上说过的，各位呢要讨论的主题，还记得吗？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有刚刚中午吃完中饭之后休息的时间，有做讨论吗？有讨论的请举手。好像没有太多人。还有修持的一个功课，就是专注在呼吸，呼吸的禅修。在刚刚午休的时候有修的请举手，请举手，如果你有修的话。平常我们的心容易散乱哦，都会忘记。平时我们修持的时候，有见、修、行这三个要合而为一的修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见，也就是什么叫做念，如何修持止的禅修，如何观呼吸，观呼吸的方式、方法等等，这是见。再来修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在心上去安住，比如说呼吸上安住修持，这是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当中的生活中，你配合着这样去做，这个就叫做行。尤其将生活中你的五毒烦恼能够转为修行的助缘，那么这就是行。所以我们说见、修、行这三者是不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下午，我们今天下午还有机会哦，你们要修哦，然后明天要考试哦。那么现在再给各位一个讨论的题目，很重要。各位实在太忙了，大概没时间讨论吧，刚刚。那你们现在再讨论一下吧。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吧？要不要再说一次？问题是什么呢？禅修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念嘛，念就是一种知道，一种觉知。那什么叫做念？念就是一种知道，对吧？早上讲过，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谓的心，它就是一种知道，就是一种念，就是觉知。你的见闻觉知，一切你都知道，能够知道者，能知者，这就是你的心。那你们也都随时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能知道的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能知道者呢？有的。那如果说你随时都有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代表你随时都在禅修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直都在禅修的，请举手。觉得自己没有一直在禅修，请举手。这是真的吗？因为如果都一直在禅修的话，现在都成佛了的话，
那都不需要来这里来禅修来学，然后还有听得不太懂，然后都没有这样的困难了，因为你随时都有禅修了，不是吗？所以其实你没有在禅修，但是我的问题，念就是一种知道，是一种觉知，是随时都有的，但怎么感觉又不是？你又没有随时在禅修呢？这好像是一个两相违背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虽然你有这个随时都知道的能知者这个能力你有，但是你却没有在禅修？好，请你们5分钟的时间，你们要做一个讨论。那当我一摇铃的时候，你们就停下来。好，请开始。所以也是一样，左右前后，可以身体也转过去哦，面对面，左右前后，这个2个人或3个人一组讨论一下。5分钟，刚刚这个问题。
好，那么就像早上一样，那么讨论的有没有想要分享的，请举手。好，那就请站起来。虽然说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够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我们被各种的烦恼像乌云一样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的觉知就大概是这样子。就像我们的心，虽然它的本质是明而觉，那么刚刚问题您提到说，如果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一种觉知的话，正念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是禅修？但我的语词浅见是说，这并不会成为这个禅修。虽然我们随时都有这样的正念，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是正念，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觉知，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禅修。就像大手印祈愿文当中，掌上众生虽然它的本质是佛，但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在轮回中轮回。我们因为不知道本具这样的一个佛性，所以最终还是在轮回中轮回。所以现在一样，我们虽然有这样的随时有这样的一种觉或者一种这样的念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所以没有成为禅修。谢谢。平常我们所修的修持和所谓的保持一个念住这是一种觉知。我在想，它是不是一种延续性？我们平常有这种知道的能力，但这种知道它是不是算不算是一种正念住呢？这就不知道了。就像在一个经典当中有提到一句话说，我们虽然心的本质是这样的自信光明，但是它好像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一种延续性的安住在上面，所以无法知道。谢谢仁波切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我们跟朋友讨论之后呢，最主要这个知道，这种知道是不是要专注在一境上？
我们现在无法禅修，最主要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所缘上。譬如说吃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虽然有一种所谓的念，但是一种知道，但是呢，却没有办法专注于一境所缘上，所以也无法成为禅修。哎，你在哪里？我在前面。平常我们所谓的这种念前八，就是这个念呢，就是我们在想什么呀？这就是一种念，一种知道。但这里的您提到的这个念，我觉得它是不是要一种你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安住在一个所缘上，这是一种念。譬如说这个姚忽上师祈请文当中也有提到，虽然我们的究竟的本质是好的，是清净的，如果能够在这上面修持，那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念觉知。是不是算禅修？是不是所谓的守护禅修上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放羊来说，比如说我们首先把这个羊赶到山上，赶上去之后，那些羊在干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有所谓的念，就是觉知去看这些羊在干什么。无论我们说自觉或者觉，或者说一种所谓的念，一种佛性，但这是我们要能够守护它是很重要。如果能够守护它，这才是真的禅修。谢谢。好，最后一位。好，您是最后一位。你在哪里？就像您说，禅修的本质是浅巴，浅巴就是一种念，一种知道。您怎么说？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知道，我们平常也都有，就是我知道，但为什么我们无法成为禅修呢？您是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朋友们问到之后，您提到所谓的念，它无法成为禅修。平时我们的知道无法成为禅修的原因，它必须是一个不造作的一种不想去做改变的一种念。但是平常我们的这种念呢，一种觉知，一种知道，一种念，都是想要改变什么，都是一种不自然的，所以无法成为是禅修。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早上就是说，就算是昏倒了、睡着之后，也还是有这种觉。但是我们在经典当中有说会所谓的没有所谓的心识运作了，是指有5种情况，譬如说熟睡、深度睡眠，或者说昏倒之后，或许人们是说的一种细微的心识还在是吗？一种觉还在是吗？因为所以在这上昏倒、深度睡眠这种时候呢，它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念吗？思念住这个念还有吗？一个问题，那是一种细微的一种那是有的，细微的形式是有的。那说的广一点，这是藏式，或者再广的来说，这就是如来藏。
那这是任何时候它都不会被损坏的一个本质，一切的情况都是由它所出现的。好，最后的最后一个，他刚刚已经站起来了，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我们平常有这样一个心事，有这样一个明而觉的心，但却不是一直在禅修。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心事，但它并不是心它的本质。首先，谢谢你们所说的答案啊，都说得很好。最主要，知道我们虽然有这种能够知道的这个心事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这个能够知道的这个知道，并不是有或没有的。我们的问题不在有或没有，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认识出它。因此，我们的心，这个明而觉的心，随时都有，但是我们不认识到它是就是这个就是，所以都无法做到心念住。所以禅修的时候，就是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出这一点，认识出这样一个明而觉心的本质，然后持续的守护着这样的一个本质。譬如说，观呼吸的时候，气吸进来，知道它；呼出去的时候，知道它。那这时候你就在练习你的这种，你说这里面智商真人提到，它包含了智慧，也包含了这种所谓的正念、念跟知道、觉知都在练习它。那么这时候你会对于这个呼吸任何这些事情的本质越来越清晰，然后你的心会自在，能够收放自如。那么慢慢身体的清安，心的清安就会得到。所以并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知不知道的问题。举个例子来，去年有做过这个比喻，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手表对吧？手表的功能是什么？看时间，看时间对吧？那各位，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手表叫什么呀？不知道，是不是 Rolex 啊？或者有这种镶了钻石吗？还是有这种黄金？这种，如果是我是这样的带了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手表，但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是手表，你心中想这可能是一个，这是一个手环。但是呢，你却带着全世界最好的表。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就是手表的话，那个手表它能告诉你时间吗？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个手表，它就没用了嘛，对你来说，不是吗？就算你带着最好的手表，但你不认识说那是个手表的话，它对你就会是没用的。因此，就好像宝训论当中说，有9个比喻，如来藏的9个比喻，就是这样一个贫穷人中地底下的财宝。如果他不知道他家里下面是这样子的财宝，他一辈子都是穷人。就像
以前有这样一个印度的故事，在孟买，有一家人呢，他的一家人就非常的，就住在一个一半塌掉的这个房子里面，小孩子也穷到没有办法受教育。后来为了要受教育啊，所以把这个一些地方这个地卖了地，所以他们的地呢就卖给了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买走了，所以他们为了要盖房子呢，就开始挖地，结果一挖之后呢，就挖到了几千年前的各种的珍宝首饰，就在这个地底下挖出来，所以全部就够了，要盖房子的钱都够了，不晓得是几千万吧，这种钱就够了。那个穷人呢，那一家人呢，不少做了几十年，一辈子都住在那边。说实在，他们应该是有钱人的，但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下面有这样的财报，所以他们就一辈子就这样子穷着。所以，尤其在密乘里面来说，我们的内心中本具的这个我们自身本具的身口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各种断正的功德本身就具备，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也就是无明。譬如说，虽然众生的本质是佛，但是不知道这个本质是因为这样的无明，所以呢造了各种的业，各种的烦恼，所以就在轮回中受各种的苦。所以我们现在从各种止的禅修持起来，那所以都要至少具备四念住当中，至少心念住要知道，还有心念住当中，你至少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念，就是要知道。然后呢，同时我们透过呼吸上，然后你专注认识呼吸上，然后来练习你的一种知道。那么这样的一种修持呢，其实任何对境都可以慢慢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或者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境都可以。重点是只要你能够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念，一种知道，一种觉知，那么你都不用去断除什么，修成什么，刻意在得到什么，或者把什么消除，那是很困难的。那或者把一个没有的像新造作出来，那也是困难的。但我们并不是这样，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很容易的，禅修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只要抓到重点的话，都很容易。不然，很多人都不了解禅修，会觉得禅修就是不可以想，不可以胡思乱想，一定要专注在一个境上，一定要是强迫自己专注在一个上，然后全身的这样紧绷，耳朵也竖得直直的。那么自己把自己这个整个紧绷，这样子的禅修的话呢，这就是一种错误的颠倒的禅修。这样的禅修会让你妄念变得更多，然后接着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整个这个禅吧，就是念，它是这种知道，这是我们整个禅修的基础。所以这时候你不需要去消除什么，也不用得到什么，都不用。
再问各位一个问题，要考个试才行啊，不能这样。再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它不会有我不懂的，有3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都 pass 都通过，所以不用担心说通不过。Ken部跟主骨你们不用回答也可以了。第一个问题，你们听到所谓的这个念，这个念啊，这种知道，你觉得你大概抓到那是什么？知道的请举手。你懂得了的，第二个问题，还是不太知道什么叫念，什么叫这种知道一种觉知的请举手。不太知道的请举手。第3个问题是，也不太说得准，好像又知道，好像又不太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实在想的头都昏了，还是不是很决定的，请举手。不确定的，请举手。问完了，3个，那都通过了。如果你担心有没有通过，都通过了，你们都很好。很聪明，都很聪明，都有经验的，都是有智慧的人，通过了，谢谢你们。这3个问题不是都相违背吗？怎么会都通过了呢？你可能会想说，那这怎么会通过了呢？好，如果你觉得我已经知道这是觉知，这就是念，那这当然第一个这是通过了。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也通过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你觉得自己不知道你也通过了呢？因为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啊。不，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不会举手嘛。所以你举了手，你就知道你不知道嘛。所以这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嘛，这就是觉知了。这就已经是一种，你就知道了嘛。这就是一种觉知，一种念嘛。你们还有一些是，我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还是在怀疑当中的？你知道你在怀疑嘛，对吧？所以你也举手嘛，所以这也就是一种念嘛，这也是一种觉知。所以总的来说，所谓的这种念、这种知道、这种觉知，或者它一种的觉知，口诀传承来讲都叫做 ripa， 叫做觉知，就是一个能知道的这种觉知。这是你心中所知道的这种从内你都知道，能感受，能知道，能见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就像大手印原文当中提到，显现是空，这个显现是心，空也是心。所以现在我们的一切的这些各种的好的不好的这种念头，一切都是在于我们的心，从心中所显现，又由心又融入到心中，包括眼睛耳朵所经验到的一切色声香味触，这一切轮回涅槃的一切这些所谓的对境，是谁能知道呢？也是我们的心是能知道，对吧？所知万法的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也就是你的心所能显现的这一切的所知，一切的万法
就是心能显现的。所以你看，也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心。所以一切的万法，所以这个心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你现在就具有的一个能知的心。这个能知的本质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是什么样呢？就像刚刚举例过的，就像大海，大海都是水，对吧？那些妄念等等，就像是这个叫做波浪，或者再举例子，像天空，我们的能知者就像是天空，天空当中它有各种好的坏的各种的念头，这些就像是云，有的时候的云它很漂亮的云是白色的，甚至红色的、黄色的，像是彩虹的漂亮的云，但有的时候的云的颜色呢是灰灰黑黑的，甚至还有闪电的，是有这样子的刮风的这种的下冰雹的这种天气。但是呢，不论怎么样，这些都改变不到这个天空。不管是风再大，或者说雷声再大，闪电再强，都不会影响到这个虚空。所以是就像弥勒日巴大师做这一切，从天空中出现，又融入到虚空中。所以都是由心中所升起、所融入。所以重点回来就是你要能够知道什么是禅修，这是一种习惯。你不是要刻意去做什么，而就是习惯而已。也就是你要习惯你本有的这个功德，这就是所谓的禅修。好。所以禅修的本质就是所谓的念，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叫觉。那么如果具有这样的念觉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就是四念住当中的念住，大概就有一个了解。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这个觉知念？因为我们谈到四念住当中，那么藏传佛教主要谈到的是强调的是心念住。那么小乘里面，有的按住修持的是受念住，有的强调是这个身念住，很多不同。但是我们最主要是强调心念住。所以我们刚刚之前做了这样的一些内容解释什么是心，还有什么是念住等等，不散乱。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念住，他慢慢的去观察这个对境的本质真实情况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进入到观，就好像早上我们观我们的呼吸，它的无常的本质，对吧？还记得吗？那么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呼吸它自然的是无常的，刹那刹那刹那的变换着的。而且它从譬如说你气吸进来，你现在吸气进来的时候，那么从你的鼻孔，然后到你的喉部，然后到全身，然后呼出去的时候，然后这些浊气，就是它们吸进来之后，刹那之后就变成浊气，然后再从你的肺部、喉部、嘴或者鼻子再出去。你看刹那刹那在改变，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无常的本质，你不需要去改变什么，你也不需要去造作出来什么，不用，你只是去看到它本来的情况，这个就是观，止跟观的开始。这跟小乘里面所谈到的无常
这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给大家2个选择，一个先是原呼吸的这个，觉得要原呼吸观无常好的请举手。还是要先讲，我要先讲一下无常的请举手。你想先觉无常讲无常的，好像差不多。但是专注先修怎么观呼吸的这个请举手，呼吸的这个，还是先讲所谓的无常的请举手。第2个，好，无常的比较多。好，所谓的无常呢，就是刹那刹那会改变。举例来说，我们每天是不是都在变老啊？去年到今年我们老了点吧，我也老了些，你们也老了一点。在藏族里面说你老倒还好，在有一些地方你跟他说一见面说你老了，他听了可能不太开心。这不是重点。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每天刹那刹那都在老，不只是去年到今年了，就是今天到明天你又会老了，昨天到今天你也老了，或者从早上到现在你也老了，就离死亡越来越近了。它1秒都没有停留，不只是我老，自己老，这个地方，这个菩提迦叶，这个金刚座，这个地球，这个整个宇宙，它都在变换，它都在变换。那么我们说，就是有成，整个世界它就有成住坏空，它都在刹那刹那在改变。那么现在这整个的世界也都在刹那刹那在改变。所以所谓的时间，刹那现在也停留不住，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它就像是水流是一样的，它不会停的。举个例子来说，去年、今年，以3年来说，去年已经没有了，已经没了，发生了，没了。未来还没有发生，比如说这个花，如果这花如果完全没有出生，它还是个花吗？不是。如果未来的话，所以未来是没有，过去的已经这个都坏掉了，没了，然后枯萎了，也没了，那也不是花了，不是吗？那所谓的花是什么呢？只有现在，现在当下，这是过现未现在3个里面的现在。去年的花没了，未来的也没出生，那现在有什么？3年当中，过去、现在、未来这3年当中还只剩什么？今年有吗？那今年得有不是吗？今年有吧？有吗？觉得今年有的请举手。觉得今年也是没有的请举手。怎么说都可以是吧？但真的你去观察的时候，事实上今年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成为1年，它必须要几个月？至少12个月，不是吗？有时候13个月。以这个藏历来说，但是至少你要12个月，1年12个月。如果没有12个月，就不算是一年。
所以现在有12个月吗？没有。所以1年其实呢也都没有成立。但是我们的心中不去观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今年的这样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事实上现在是几月啊？现在是2月嘛？藏历的，现在是2月，西历2月嘛？现在是2月嘛？1月？现在是1月28号。哦，现在是1月哦。1月。所以11个月没有，所以有11个月是没有的，只有1个月，但是我们却以为有1年，就是有12个月的这样1年还在。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天空上有小鸟，有一群鸟在这样的飞的时候，一群像是飞机一样的这样飞的时候，你以为是一台飞机在那儿飞，但其实你说那是一台飞机吗？不是的，它是好多好多只一群鸟飞着的时候，你误以为它是一个飞机。同样呢，我们现在是把过去、现在等等12个月全加起来是1年，但其实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有1个月而已，所以其实11个月都没有，所以其实1年根本没有。所以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呢？那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1月呢？觉得有1月有的请举手。好，越来越少人举手了。觉得没有1月的请举手，1月也没有的请举手。啊，没有吗？你们刚不是才说有吗？现在刚问你们几月，你们说1月不是吗？事实上也没有1个月，1月没有，这也是心所造作着的。事实上，本质上来是所谓的1月也不成实际存在，因为要有1个月，你至少要几天呢？至少要30天，不是吗？31天。今天是28号嘛，所以27天已经没了，不是吗？都没了，那是过去了。那么29、30，那还没发生，不是吗？那其实只有什么？只有28号今天。所以所谓的1月，这也是个概念。所以1月也没有发生，不是吗？根本就是一个你所造作出来的想法。所以现在还有什么？所以你有几号？今天，所以28号有没有？有没有？28号有没有？觉得有28号的请举手。2个人举手。他们在故意的、开玩笑的举手。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你的概念，因为真的去观察的时候，我们会说28号也不存在，因为你一天28号这一天的一定要24小时，对吧？那24小时怎么会有呢？现在也没有24小时都存在，没有啊。比如说现在几点？现在是不是2点？觉得现在是2点的请举手。都不太
没有人敢举手说现在是2点多。事实上，的确，连1小时2点这个也不真实存在，这也是所谓的小时，它必须要有多少？60秒、60分钟，不是吗？但是60分钟不可能现在也存在啊，因为现在已经54。那现在是不是大概48分、50分这样子？觉得有这样子50分，这个1分钟的请举手。觉得有的请举手，这1分钟有的请举手。事实上，现在的这个50分也是没有的，因为这里面又必须要60秒。那60秒不可能同时都有嘛，因为你前面的几秒就没了，前面的已经没了，未来没发生。所以现在是几秒呢？现在是40秒。好，抓住这个40秒，这举个例子而已。所以像我们唯一有的就是这第40秒。事实上，只有这个40秒，但这40秒也是在改变着的，变动着的。那1秒当中又有多少毫秒是吧？还是再细分？一刹那之中，就是所谓的1秒之中，好像又可以再分64分。换句话说，他们做个比喻，就是譬如说，如果有一页64页，如果有一个64页的纸，拿了一根针，然后拿了一个锤子，一敲，然后刹那间穿过去，敲着穿过去，所以64页就被他穿过了，64张纸被他穿过去。你说需不需要时间？需要的。虽然看起来刹那1秒钟就穿过了，但是它还是分成了，首先第1页穿过，再来穿过第2页，再来穿过第3页。到了第2页的时候，第1页的时间已经没了。到了第3页的时候还没出生，所以第2页的时候第1页已经没了，第3页还没出生，所以1秒钟也只有64分当中的其中1分。所以这是我们在小乘声闻当中会谈到说有这个无分刹那，甚至还可以再细分。但是呢，声闻乘里面又不再细分了，因为再细分的话会变成落入一种断见，所以总之呢，就放到了这个无方分，就是不再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个状况，就不再细分了。所以这一切还能再分的呢，它就是放在所谓的世俗谛当中。好，我们接着呢，就专注在你的呼吸上，你就感受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无常，然后感受你的呼吸的无常性。好，大家身体坐直，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身体感觉每个肌肉、每个部分都放轻松。然后专注在你的呼吸上，然后不散乱地觉知你的呼吸的刹那，它的无常，它的刹那的改变。
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听闻、思维、讨论，还有一起修持，我们将这样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都能够得到成就圆满的佛果。就像是过去的诸佛菩萨怎么样的回向，我们也这样子回向。请合掌。就像过去的菩萨们如何做回向，我也跟他们一样回向一切善。好，谢谢。